家第一次寄包裹去國外，唔知點算好呢？咁今次咧呢個影片咧就係教大家點樣寄包裹去國外嘅，尤其是我哋呢啲結婚移民者，都成日會寄嘢翻自己國家噶嘛，咁所以呢個影片都好重要噶。咁啊，跟我一次嚟郵政局睇下個流程點樣做啊！入到郵政局，你會見到好多個櫃位，因為佢哋除咗寄包裹、寄信件服務之外，佢哋都會有金融服務嘅，所以好方便㗎。順便寄包裹亦都可以處理銀行嘅業務，同埋牆上都掛咗好多關於郵政局服務嘅資料，關於寄國內郵果嘅資料啦，同埋個價錢。另外呢度都好多包裝用嘅工具可以借用嘅，好方便㗎，只要帶貨物嚟包裝就已經可以㗎喇。另外呢一度呢就會有好多個盒嘅 size 俾你哋揀啦，咁唔同嘅 size 就唔同嘅價錢。大家記得，如果你寄國內嘅話呢，咁就唔使用呢一個 EMS 國外嘅表嘅，就咁喺個箱上面寫住你寄出嘅地址啦，呢個就係收嘅地址，咁就得㗎啦。咁如果寄國外呢，就係啦，填表啦，咁樣啦。咁寄包裹郵件啊，呢啲咧都有4張表格㗎，因為有分一般嘅空郵啦，同埋有特快速遞嘅。咁另外特快速遞當中咧都會有分文件用嘅表格啦，同埋包裹用嘅表格。咁所以我哋寄包裹就睇清楚，睇下用邊一張表格，有唔明就可以問職員嘅。好，咁今次我哋寄去外國嘅呢，就會填一張 EMS 嘅 form，咁呢就好簡單嘅啫。左邊橙色呢邊呢，就係韓國寄出嘅地址，藍色嗰邊呢，就係寄去嗰個國家收件嘅地址。咁值得一提嘅呢，就係橙色嗰邊最好寫韓文嘅地址會好啲，咁因為呢，佢哋會易啲分類。咁同埋最緊要呢，有個郵政嘅號碼嘅話呢，都最好填埋佢啦。咁因為打回頭嘅時候都方便嘅。咁就至於接收地址嗰邊嘅就用英文。咁因為呢，英文都係比較國際語言啦。咁同埋佢哋會比較熟悉啲。咁所以就算寄邊個國家都好，最好寫英文地址啦。另外郵政局都好細心，有老花眼鏡俾各位老人家有需要用嘅，幾好服務㗎。我哋填完表之後就可以去櫃位攞號碼票，之後就去櫃位辦呢個包裹寄送服務就可以㗎喇。咁咧嚟到呢度咧就要磅重，同埋會輸入個電話號碼嘅呢度。寄完包裹之後就對清楚地址啊資料有冇正確。另外，我哋 EMS 包裹服務，好似我哋呢啲多元文化家庭嘅結婚移民者，會有優惠俾我哋。詳細內容可以睇小冊子。呢度都好多我哋本土嘅特產品有得賣嘅。提提大家，寄完包裹之後，上網可以追蹤返包裹嘅狀態。
用返表格上面嘅號碼輸入就可以追蹤到啦。希望今日呢條短片幫到大家啦，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包裹嘅寄信經歷。